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字。现代特别讲究环保，有的人咧家己的厝尾顶种菜，家己养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用它用用第三条。这个用就是野肥料的意思，咱讲用肥。另外，古早有用屎，意思是压屎来落肥。这个用，卖当讲是利用发酵的作用，让物件表面膨起来。像讲畚箕倒滚啊在内，才会通摊种入去到土骹，甲土龟夹起来，咱嘛讲是用。另外，用菜是草字边，若是讲这个下骹是土字边，代表是甲菜色压水或者是压肥料。咱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用肥，意思是对菜色、果子、树栽、花草来压肥料。第二个词读做用蚕，这个意思就是甲蚕压肥料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现代大家注重保护大自然的概念，希望减轻环境的负担。无论是用蚕、用肥，拢希望会当用无毒、有机的肥料，让环境永续发展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用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